好，我係 Cathy。今日幫 Cosmo 拍封面，由朝拍到夜晚，月亮都出埋嚟，咁但係好開心。生咗 BB 之後嘅時間分配就大部分時間都俾晒佢哋啦，因為而家有3個小朋友啦，咁3個都開始返學啊，返啲 playgroup， 咁所以日日都係頻頻撲撲接送啊，同佢哋去公園玩啊，咁所以都幾忙下，自己嘅時間就少咗好多咯。護膚之道就係要勤力啦，可能我已經唔係好多時間可以去SPA 嗰度做 facial， 但係我就會隔日喺屋企都會自己盡量敷個水分 mask 㗎，即係好方便，5分鐘10分鐘咁都好過唔做咯。咁所以一定要勤力，咁同埋要飲好多水咯，因為你一定要飲水先可以補充到全身體嘅水分。好中意 Isabel Marant 嗰個波鞋，佢有好多色，咁我又中意佢個紅色啦，又中意佢藍色。佢係高筒型嘅波鞋，咁佢又唔係高踭鞋，但係佢又着得隻腳好似好長咁，同埋亦都好方便咯，因為佢嗰種鞋帶咧，其實係假鞋帶嚟嘅，唔使真係綁嘅，係黏貼嗰啲魔術貼咁樣，咁所以係我最中意呢季嘅鞋咯。